愛主更深，第2篇，父神的愛。經文係喺馬太福音第7章7至到11節。你們祈求，就給你們；尋找，就尋見；叩門，就給你們開門。因為凡祈求的，就得着；尋找的，就尋見；叩門的，就給他開門。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，反給他石頭呢？求魚，反給他蛇呢？你們雖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，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，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？經文背景，呢一段經文係登山寶訓當中，耶穌鼓勵我哋親近天父嘅說話。當好多人去認識父神係一位要求嚴謹嘅父嘅時候，耶穌卻係向佢哋用比喻話，天父係一位愛我哋嘅神。耶穌話俾我哋知，喺天上父神嗰度有充充足足嘅恩典，你相信嗎？父神要俾我哋嘅係好東西，你憑信心睇見呢啲好東西嗎？究竟係啲咩呢？主耶穌鼓勵我哋向父祈求，因為父係愛我哋嘅父，佢係愛我哋，所以樂意回應我哋嘅祈求。父神同你之間嘅關係係點嘅呢？你感覺到佢係父嗎？而且係愛你嘅父嗎？父神係一位睇見你嘅需要，又樂意賜好東西俾你嘅父，你相信嗎？你願唔願意經歷佢係愛你嘅父呢？定係你只係有興趣向佢祈求嗰啲你需要嘅東西呢？讓我哋嚟到父嘅面前，我哋嘅心放喺呢一位父嘅身上，相信天父愛你。喺一位愛你嘅父面前，你試一試放膽嘅將一切話俾佢知，就好似一個小孩子咁，放心將佢嘅一切話俾父親知一樣。請將你所需要嘅東西寫低。如果一位愛你嘅父睇見你所需要嘅清單，佢會對你嘅祈求有一個愛嘅回應。請你憑信心相信，然後祈求。神最樂意賜下嘅，除咗係你所求嘅東西，更加係佢嘅愛，因為天父愛你。
當有一日你所求嘅再唔係你最想要嘅嘢，而係求神最想俾你嘅，你嘅祈求就無不得着。其實你嘅需要，父神係知道嘅。我哋只係需要好似一朵百合花咁，喺野地裏面向着神開放，咁就係一個最美麗嘅禱告。